我哋喺之前嘅影片講過，一個君王係必須要識得將玩排入佢嘅日程表裡面。但係好多巴打之後 DM 我，佢哋就話 Manson， 我聽你咁樣講，放假嘅時候就去咗日本旅行食好西啊，瘋狂 shopping 啊，咁樣算唔算玩呢？點解我翻到嚟之後覺得好似仲空虛咗，仲攰過以前嘅呢？其實呢個問題係問得非常之好嘅，因為佢揭示咗一個真相，就係大部分人嘅所謂旅行根本唔係玩緊，亦都唔係體驗緊，佢哋只係一種消費。一種將你由香港嘅商場搬去東京嘅 mall 繼續進行消費嘅一種行為。你跟住啲旅行書啊，跟住啲小紅書 KOL 喺度介紹去啲所謂必去嘅景點喺度打卡，你去排幾粒鐘隊食一碗所謂必食嘅拉麵，跟住你影幾張相 P 半個鐘頭，跟住 po 上 IG 配一句活在當下 be present 嘅一啲咁樣嘅 caption。呢個成個過程就好似喺度完成一個 checklist 咁樣。你係一個 tourist， 你係一個被動跟住劇本嘅觀光客，你得到嘅係幾張like 嘅相，一堆嘅手信同埋一堆嘅卡數，但係你嘅靈魂係冇任何嘅成長嘅，你嘅人生故事冇增添任何精彩嘅篇章。